再来看中国配偶温琪甲小美因为武统的言论防废止拘留的许可，温琪伫昨离韩，其上尾日已经转去中国咯。也毋过小美是阁还未离境。早起是传出讲小美已经家己去移民署的新北专勤队来报告，移民署嘛安排下晡2点10分飞广州的班机，甲小美强制遣送出境咯。会后悔自己的行为吗？涉及翕影片宣传武统，防废止拘留许可。中国配偶网称温琪前一天是假调离归台湾，不过另外一个中国配偶小美无伫期限内主动离境。传出初一日透早，小美是家己去移民署新北专勤队来报道。另外，移民署召开审查会，决议要甲小美强制出境，而且安排下晡的班机执行遣送。内政部、移民署、警政署从上个礼拜以来，对于执行公权力表现得非常的好，该配合的对象也配合得很好。那至于该执行的对象，内政部自然要依法继续执行。行政院长杜延泰指出讲，肯定相关机关依法来执行。立委会主委邱水正是表示讲，尊重主管机关依法行政，但是嘛呼吁国人应该更较包容、关怀，包括中国配偶在内的新住民。这些极少数的这些不当言论言行的这些陆配不要影响其他国内这个认同台湾爱护我们这块土地的这些其他新住民，不要有这些标签化的影响。另外，对内政部长刘世峰讲，小美和中国的国台办关系正密，沟通的频率正悬。邱水正回应讲，尊重内政部的判断和掌握的资讯，不过嘛，佮讲到进前中国配偶离台，进前是发动法律战、舆论战和心理战3战，后壁的动机和原因是无单纯。公司新闻综合报道。